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你搞懂了没？我是小佳。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人手一只手机，联系沟通管道畅通了，假讯息、诈骗、简讯也无所不在。面对这样真假难辨的大千世界，警方透过各种管道，希望让民众了解花样百出的诈骗手法。除了提高警觉，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贪。桃园市大园警分局社区治安会议在大园社区发展协会祥和鼓队的精彩演出中揭开序幕，包括桃园市议员林里长及义警民防都受邀出席。桃园市警局局长吴坤旭也亲自到场主持，针对辖区治安与民众沟通意见。大园分局分局长王志明发现假讯息、诈骗简讯又开始活络起来，提醒民众切记3个口诀。所谓反诈骗的3个口诀就是1听、2挂、3查证。第一个呢，你就是不要接到这个讯息之后呢，一定要冷静，先听对方到底在讲什么。那第二个就把电话挂掉。那第3个就来查证。查证我们有2个管道，第一个就是我们民众都非常熟悉的。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那打这个专线呢，我们线上的员警呢就会针对于你所受到的这些资讯，还有相关的这些基证呢，来跟你分析，然后告诉你这是一个诈骗案件。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拨打民众也是非常熟悉的110报案专线。那我们这些报案专线的员警受理的呢，也是一样会把它当作你已经跟我们员警来报案，然后进入这个司法调查的一个程序。许多当地民众也都有收到类似假讯息，甚至假冒儿子的诈骗电话，所幸及时查证，没有上当受骗。因为他的那声音真的很像，真的，我说那诈骗集团很厉害，他那个声音学的跟儿子的声音都一样，真的好像，真的很像。除了声音像，他还知道你儿子叫什么名字？知道啊，他会讲啊，他说，你什么？比如说啊，我儿子是刘贵忠嘛，他刘贵忠。我是阿中啦，我很怕他都很晓得，连那个电话号、那个身份证号码他都知道。以前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会把一些资料都会泄露出去，是怎么原因？所以说现在我们一定要防范这一些东西。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案件，大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再次提醒民众，假讯息或诈骗简讯都是利用人性弱点，只要不去谋取不义之财，从小不劳而获，只要不贪，诈骗不上门。我们现在诈骗案件会这么的猖獗，其实都是利用我们人性的一个贪的本性，所以对于这些不义之财或者是这些额外不用花费太多的心力天上掉下来的这些财富不劳而获的这些想法念头最好我们都不要去想。换句话说，只要不要贪这诈骗就不会上门。警方透过定期举办社区治安会议，面对面与民众明代沟通，同时交换彼此在实务上的心得，共同打造桃园成为最宜居的城市。记者林志清桃园采访报道。随着科技进步，越来越多新形态的诈骗手法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像是近期就有人收到银行传来简讯，要民众提供个资，看似很真实，但经过查证也是诈骗的行为。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针对不确定的资讯，千万一定要养成查证的习惯。手机叮咚叮咚响个不停，现在人手机不离身，除了能快速获取资讯之外，不论是想购物、缴费或是申办各项业务，也几乎都可以靠着手机轻松完成。只是在便利生活的同时，许多危机也随之而来。像近期就有很多民众收到银行的通知简讯，以假乱真的内容让很多人信以为真，照着指令操作，个资也随之外泄。跟您确认一下，您有没有点连结？有没有点了？目前资料什么都还没提供，对不对？像我们没有发送这样的讯息给顾客，所以这个是诈骗连结，请您不要点选进去并输入资料哦。绝对不要好奇直接点击该网址，因为诈骗集团有可能利用大规模发放简讯，进行网络钓鱼或安装恶意程式，窃取个人的资料，或是盗刷我们的信用卡。后面理解，它是一个 CC， 跟官网不一样它很明显，它就是一个诈骗的简讯。坊间一页式的钓鱼网站制作技术越来越精进，一不小心就让人落入陷阱，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在网上填写任何资料时，千万先记得停下来想一想，这个索取个资的原因是否合理，并且仔细看看网站的内容是否有假资讯。如果真的有疑虑，还是建议多听听看大家的意见，只要能多一分小心，就能少一分受骗上当的机会。
简讯的我看无啊，看的内容我唔捌，我就切断啊。简讯有时候会看啊，我也不理他。他会叫我们点，对不对？我应该不会去点，我会马上打电话跟那个银行求证。检视简讯传送者的电话号码，诈骗简讯通常都是由未知的电话号码或是开头为0的电话号码拨给民众。第二，我们可以检视简讯网址跟官网它是否相同。诈骗网址跟官网它只会雷同，绝对不会相同。通常英文拼字结尾为 CC 或 TOP 的网址，它就有可能是诈骗网址。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网址会多一个或少一个字母，这个其实只要注意去查证的话，都会看得出来。然后第三，如果怀疑是假简讯，而又不想或不会确认，那就请直接拨打165查询。诈骗手段猖獗，尽管大家已经提高防备，还是有可能因为一时不察上当受骗。不过，当你落入诈骗陷阱时，也千万别慌张，记得及时停损，千万不要为了取回被骗物品而继续投入资源。其次，要马上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相关单位登载案例，避免更多人受害。最后，还是要建议大家搜集所有和对方互动的相关资料，向警局报案，或许还有机会挽回损失。不过，当然事先预防还是远胜于事后的补救，提升全民媒体识读力才是最重要的根本。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你是否曾收过水公司或台电的缴费通知简讯呢？小心，那很有可能是假的。由于常有民众反映收到诈骗集团仿冒的催缴水电费简讯，以钓鱼手法引诱民众点击连结。台水及台电公司配合数位发展部，从113年起推出11短码简讯政策，统一由政府专属简讯平台发送短码11简讯。刑事局方面呼吁民众认明有11短码才是政府认证的简讯，而除了11短码外，真假简讯又有哪些差异？一起来关心。台电客服中心您好，毕信里编号 A43，很高兴为您服务。台电客服人员李佳仔细地回复用户的问题。这里是台电北部客服中心。客服中心方面证实，近期多次接到用户询问催缴简讯真假。通常用户会先打电话来说，我想查一下我家我有没有欠费，因为我收到一封简讯，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是真的还假的。那我们就会先跟他说，就会跟他先问他贵姓，然后会先跟他确认一下他的用电地址或是电号，我们会先去帮他查是否有欠费。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方面分析，诈骗集团主要都是利用民众定期缴费的习惯，以及对公用事业单位的信任，透过假简讯、夹带连结吸引民众点选。它多半都是利用民众这一些可能固定型的会消费的心态，然后再以不明连结的方式，然后让民众去点选。那当民众他点选了之后呢，他就会出现一个画面，就是要你去输入你的信用卡的这些资讯。那民众当他以为说，我只是方便我上去缴钱，当他输入了这些资讯之后呢，随即就会接收到一些盗刷的简讯。为了避免民众受到诈骗集团钓鱼简讯诈骗，台电公司与台水公司共同配合数位发展部政策，从今年起在简讯通知设有111短码，让民众辨别真假。台电方面也强调，简讯通知绝对不会设有缴费连结，提醒民众注意。台电的这个催缴的简讯上面是从今年的113年的1月起，我们是使用国家111的简讯通知，上面有111的代号。那我们上面是有欠缴的用户的电费的月份跟电号。那不会有这个简讯上面不会有任何的连结。除了认明简讯短码111外，刑事局方面更建议民众多做一道查证，更安心。即便它是政府发送的简讯，也可以再做再三确认的动作。譬如说，如果你要缴税，或者是你有中华电信的账单，你可能觉得收到说我可能没有缴，那你也可以去使用，譬如说超商的 iPhone， 或者是做一些譬如说 App， 对，做一些再次的确认，然后确认说自己真的没有缴这笔费用，再去进行补缴的动作。台电方面则呼吁民众拨打1911客服中心专线确认，避免受骗上当。那事实上，民众如果收到这样外界的这些诈骗的简讯是可以打电话到我们1911，我们专人都可以确认这些简讯的真伪。当然，我们165专线的反诈骗集团专线也可以来做一些查证。
除了分辨假简讯外，刑事局也提醒民众注意诈骗电话，尤其是来电号码前端加冠加字都是来自境外国际电话。如果该来电号码显示是公务机关或者是国内私人企业的电话号码，就是诈骗电话。民众接到这一类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你可能每天在 LINE 或者是 Facebook都会收到很多健康养生的讯息，不过根据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发现，有一大部分都是错误传言，所以提醒大家一定得查证，其中包括俗话说能坐就不要站等等。站在骨科医生的角度，是要呼吁久坐的危机，一定得适时起身活动，甚至调整正确坐姿为要。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养生，一旦网络流传健康讯息，总是引发转传分享。但讯息真的正确健康吗？依俗话说，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但骨科医师却澄清，其实是能站能动就不坐才是正确观念。医生也进一步分析久坐可能的危机，如何降低久坐的方法。女生特别注意，拜托不要坐太久。为什么？会有憋尿的问题，会造成泌尿道感染，所以没事可能喝个水，偶尔起来散散步，然后上个厕所。那再来，男生也一样哦，毕竟男生多少还是会面对到一样的困扰。那再来，在做的过程中，脚、小腿偶尔还是动一动，膝关节活动一下，不要一下子突然间站起来啊，脊椎已经有点不好了，但瞬间站起来会有点抽筋电麻。这个时候在高龄长者很容易不小心就会摔倒，不然进一步的运气不好就会骨折的风险，这都要特别注意的。预防从姿势开始，治疗不要忘了运动。什么意思呢？姿势指的是我们任何时候颈椎跟腰椎一定要打直，包括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像我手边看整间的电脑，大家都有发现我电脑屏幕是架高了，确保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的颈椎腰椎是打直的。颈圈的使用、护腰的设计，就是提醒我们要用正确的姿势来过人生嘛。重点是可以动就不要站，可以站就不要坐，可以坐就不要躺。轻易的休息只会让肌肉慢慢的萎缩，然后关节慢慢的挛缩，就会造成慢性失能卧床。所以鼓励大家可以的话，还是要尽早离开床、离开椅子。医生除了呼吁别久坐，从调整坐姿开始预防。另外，近来16蹲爆红，所以很多人纷纷嗨翻仿效挑战。不过，看在骨科医师眼中，却十分担忧。对于少做深蹲或是心肺功能欠佳的族群，一定得渐进式训练。年龄只是身份证上的数字，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渐进性的在做一些负荷的训练。如果对一个舞团出身的，长期有在做一些训练，他当然蹲他的柔软度、他的心肺势能，我想是比较理想的。但对于一个比较久或者比较少在做心肺势能的训练，或者是做蹲的动作的人，他的核心、他的大腿，不管是股四头或是股二头的力量不足以来增加他的反射，这个时候硬要在短期内做重复性的动作，类似像16蹲，其实对他的潜在性的关节跟脊椎可能都有潜在性的伤害。说到伤害，近期在网络流传声称是骨科名医传授的护膝运动影片，对此查核中心已经求证是冠名的假消息，并涉嫌夸大不实。对此，骨科医师陈建宏也表示，保养膝盖一定要用正确的踢脚、伸直、抬高、撑住等姿势慢慢做，角度和频率慢慢增加，才是保养之道。什么叫正确的姿势？你明明在训练大腿，可是你却不小心颈椎、腰椎有点代偿的肌肉使用，这样就会造成进一步的运动伤害。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天气实在好热，喝点冰开水来降温，相信是不少人会选择的消暑方式。但是网络上就有传言，表示天气热喝冰水血管会破裂或爆炸，以及用冷水冲凉也可能导致血管问题。对于这样的消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请教专业的心血管科医师来解答。艳阳高照的天气往往让人热得满身大汗，喝冰开水来让身体降温，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方式。天气很热，你会喝冰开水吗？会喝冰水，喝饮料，喝很冰的饮料，因为我不喝温水，我觉得温水很难喝。不会，我都是喝温开水比较多。天气很热的时候，会很想要喝一杯冰开水。不过网络上就有流传这样的信息，表示不管多热都要喝温开水，喝冰水会让血管破裂或爆炸，让人看了有点慌张。这消息到底是真是假？我觉得是不可能，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是在喝冰开水，怎么可能会那个血管爆裂？那爆了不就大家都爆了吗？
血管爆炸吗？应该不至于吧？这想太多了啊，对啊，因为我现在读医学系，应该是没有学到类似的东西。实际询问民众，发现不少人天气热都会喝冰开水。对于这样的传言，似乎是不太相信的。到底大热天能不能喝冰开水，会不会导致血管问题？专业的心脏血管内科医师亲上火线来解答。先以一般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喝冰水当然就是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针对所谓的心血管疾病的病患，其实你喝冰水，其实只要在适当的量、适当的速度，其实对心脏、对血管也都是安全的。尤其像在台湾天气这么热的情况底下，其实反而热造成的中暑对心脏的危害更大。所以如果说天气热的时候，你适时的补充水分，甚至是冰水，其实是有助于你体温维持恒定，反而对心脏是比较好的。原来正常情况之下喝冰开水是不会导致血管破裂或爆炸的，民众可别因为耸动的字句吓到或是误会了。若是面临到跟身体相关的资讯，内心出现疑惑，可以询问医疗专业人员来求证，培养媒体识读的能力才是正确的，同时也能避免受骗。因为我觉得传言通常都蛮多，就是没有经过证实的，可能就是要去比较官方的医疗的网页去看。有些人有这些状况，心血管相关的症状，这种症状其实就比较要注意了。就像我建议就是说，你去找你的医生去问，中医会给你建议说，这个一般特别是女性或者一般人就尽量在早上的时候不要喝冰水，对不对？我们喝温水，对你身体会比较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好，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查证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是去找医生问清楚。网络资讯实在太多，真假讯息混杂在一起，常常让人傻傻分不清楚。网络上的讯息存在部分错误，如果看到什么就轻易相信的话，很可能因此就落入假讯息的陷阱里了。民众若是遇到不确定的资讯，要保持谨慎小心，可以询问专业领域的人员，也可以利用查证网站做进一步确认。如此一来，就能多一层保障，远离假讯息。记者王仲凯、庄淑婷高雄报道。中风后复健能够完全恢复，这是真的吗？物理治疗师指出，即便是小中风，还是多少会留下些许后遗症。建议民众如果有不确定的地方，还是要询问专业的医生。数到10啊，好，来，再来第二次，来慢慢拉数到10哦。卫生福利部基隆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吴炳根协助中风后的病人积极做手部拉伸的复健运动。不过，因为通常病人的手指会没有力气握住手把，因此会由物理治疗师先协助把病人的手指绑在握把上，再进行拉伸的训练和复健。有些病患或是家属可能会收到不是很正确的讯息，认为中风后只要积极复健就能够100%恢复中风前的身体机能状况。卫生福利部基隆医院物理治疗师指出，如果是轻微俗称小中风的情况，是有可能恢复到不仔细观察看不太出来有中风过的问题，所以中风后积极治疗跟复健非常重要。有些人病人是出血型的。有些是阻塞型的，如果这些影响到的区块范围比较大，当然他病人的预后的状况就可能就会比较差。这个部分除了牵涉到刚才讲的，就是出血区块，然后阻塞的区块，还有病人送来医院之后，医生他们处置的时间，还有家属他们能不能够在复健的过程当中给予他比较及时的保护、比较及时的帮助的情况下，都会影响到他日后的预后。所以说呢，这些情况呢，就是告诉病人说呢，其实还是要看你受伤的情况，还有各个的因素加总在一起，才能够判定说你这个状况呢，能不能够恢复到非常良好的状况。但是物理治疗师也强调，中风跟外伤后留疤类似，难免都还是会遗留中风创伤过不可逆的痕迹。经过复健之后，他的确能够改善他的一些状况。然后甚至有些病人他比较轻微，可以改善到你会看起来他好像跟以前差不多，但是你一旦把它放到一个比较，比如说人比较多的环境，然后比较紧张的状况下，或是他需要跑、需要跳，或是动作需要比较多协调的情况下来说，他的那个中风的那个表现的那些症状可能就会出现。一般来说，你让他在比较平静的、平稳的环境比如说在病房里面。
或者在医院里面，因为它路啊比较平，好，然后比较不需要上下，在像马路上面有那么多颠簸的情况下，你会看起来它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放到马路外面走，人多或车多的时候，它紧张，它的那些中风的症状可能就会出现。物理治疗师建议，中风病患和家属要有正确的治疗及复健观念，除了不要误信以讹传讹或是网络上错误的资讯，请教专家咨询查证，才能够真正对病人的身体有所帮助。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不管再忙也想谈场恋爱。根据台南市警察局统计，24至49岁青壮年人口生活繁忙，大多数都越来越晚婚。所以想上网或用交友软体来脱单，利用这点让诈骗有机可乘。单身的生活想参加一场联谊活动，或是上网交友，都各有优缺点。因为不仅是接触新朋友，也是替自己寻找人生另一半。想脱单的心并没有错，但是在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的网络世界，就真的得非常小心。我自己是没有，但我觉得就是还蛮多男生都用小头在思考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被诈骗是很容易的事情。蛮多人会使用交友软体，然后特别是我这个年龄层的人，我真的觉得大家要注意，不管谁，不管你对他超晕还是怎样，谈到钱你绝对要超级小心。粉红泡泡内都暗藏陷阱。专家指出，在实体面对面约会环境下，能透过社交互动更有效地帮男女双方筛选，但网络科技日益发达，不少人喜欢透过交友软体来结交朋友，案例层出不穷。就是有一位75年次的小姐，社群平台就是像那种 IG 啊、FB 啊，然后就是认识到一位蛮帅的男生，当然是照片帅，然后当然嘘寒问暖啊等等之类的，那他就陷入其中，当然就后来就是对方索取到他的一些基本资料，包含身份证之后，然后就去做了一些恶质的事情，像借贷啊等等之类，所以他后续就负债了60几万。只要他在1-2个礼拜，甚至是1个月内，对你说投资、线上博弈等等，或者是借贷的行为，通通一律是诈骗。因为不太可能有这样子的对象出现，会直接跟你索取这种方式。那通常这些对象，男的一定是帅的，女的一定是漂亮的。天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交友还是得脚踏实地。根据台南市警察局资料分析讨论出，诈骗集团容易锁定24到49岁族群，假借网络交友，进一步提供投资机会，引诱上当，交付金钱，衍生社会问题。现在结婚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来自各不同的家庭嘛，一起组成的。那你又透过于就是线上的方式，连完全都没有就实际去交往或者交流，就这样子其实很容易就是被骗，那也很容易就是发生那些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的问题，就是被性侵害啊，就是性暴力，这些都是有可能去发生的。而且现在的诈骗集团真的很多，那我们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嘛，他们诈骗很多就是都会一直就是用新的手法去诈骗，所以我会不建议说去用线上交流的方式。好姻缘难遇，要时机去等待，不如多出门走走，说不定转角遇到爱。记者是怀谈的报道。随着科技进步，假讯息的生成模式也越来越多元。想厘清正确观念，学会辨别真伪，请继续锁定你搞懂了没？我们下次再会。小小神厨体验营，小小店长体验营。老婆，你看，干嘛？你又在乱买东西了吼？不是啦，暑假就快到了，不能让阿宝一直闲在家里打电动。你看这个脸书上面就可以报名这么多营队，阿宝整个暑假都很充实哎。这么好康，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呦，老公，这种一页式的广告要小心，它可能是诈骗哦。你看它这边根本没有官方认证的蓝勾勾，还有如果发文历史很短的网页，就要特别小心。
好，现在其实网络上或社群媒体真的是朋友转传的讯息很多，那很多是没有经过查证。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事实查核的机构，所以你可能也就要去看一下，做一个比较聪明的乐听人。记得哦，讯息连结不乱点，小心求证最安全。